客家小炒是真正的用爆的，不是用炸的啊。每年的生意当中包馍哟，太厨师有得让包馍哦。黄豆就是跟豌豆一样，都夹在一个豆荚里面。你很会做生意哦，你要不要来这里上班？很烫吧？好棒好棒！西厨干、寿司床、卖菜供肉上公帮，老做下做料理，好为用板味肚床。今本日新人客来做厨，我去请豆腐干、捞豆腐皮来煮好食嘅东西。新人客来做厨，小學4到6年生嘅西廚幹會親身體驗前食材，好好用板式。啊，我不会做啊，反正滚了练就下去啊。哦，是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今本日嘅西廚幹係對台北來嘅姚婉儀，姚阿爸係加拿大來嘅台灣西郎，阿妹係台灣嘅客家人。啲學校最好嘅朋友就係羅心怡，當然2-3年都會帶腔客家哦。羅心怡係啲南基從也是狀態嘅，因為啊，我下開茶貨店，自細就對茶貨、雜貨唔上手。本阿婆帶太嘅佢都曉得哦，平常病好，咪為老阿婆腔下煮飯呢。小把刀切2頭切開來吧。買菜你曉得買嘛？你要問要幾多錢？佢講幾多錢？你講較便宜做得嘛？哦。天主嘅西廚館係對台北來嘅哦，那我做西廚館又係對哪位來嘅呢？哦，記得啊，係對新竹做北來嘅，侯一順老蔡安琪。最吃猪肉。豬肉。最喜歡吃什麼？最喜歡吃麥當勞。侯一順讀新沙貴小美術班，總係當見識嘅佢啊，唔好好識真傳，都市要嘅世界就是難得。5年生還悄悄細細扎嘅，佢啊希望好為做自家好食嘅東西，咁樣啊就做得變較皮條嘅哦。等一下我要去確定，還沒開始對不對？開始了。蔡安琪老侯一順係強班嘅同學，2-3年為做好朋友。聽講啊，係因為2-3就當好笑，佢生是動態哦。強下嘅時節冇壓力，平常就當為聽書阿爸做事嘅佢，由嘅一順參加新人客來做廚，希望愛完成今年最特別嘅體驗哦。等一下，就是他要管錢，然後呢，然後他扣掉多少元我們會算，然後呢，剩下的錢我們再平分。我們要3層肉。你要3層肉，要多少？我們只要1斤就好。1斤夠嗎？1斤啊，一台斤。要漂亮一點的還是肥一點的？客家小炒要用肥的比較好，還是要用瘦的？灰的好，是的。灰改。灰的好。好。6千。多錢？好，100塊啊。100塊啊？90塊好不好？好了。耶！90塊，謝謝，謝謝。你動搶，你們公價啊。這是魷魚乾對不對？哎，太棒了，有哎。太棒了，我們要買多少？我們要買3兩。3兩是多少啊？等一下。魷魚乾哪有的有？那是魷魚啊，不是魷魚乾。魷魚哦。這個是魷魚啊。對啊。那要回去要泡水，泡鹽水。泡水。泡水，然後把它切絲，然後炒客家小炒。對，我們就是要這個。是啊。我們就是要找客家小炒。那我3兩。可能夠。62塊。62啊？60塊。 60塊好不好？60塊。2塊錢。還是太貴了。55好不好？40咯。生平一點。我們要在這裡買嗎？還是要去城隍廟買？可是假如我們在這裡買的話，就不用去城隍廟的。我已經來了，這樣又說不要，很不好意思。怎麼辦？
挺棒的。怎么办？那可能挂情况更为好啦，好，这个有分进口吗？分进口还有台湾的吗？这我们都是进口的，阿根廷来的。阿根廷来的。对，进口的因为比较香，比较好吃。台湾的比较少。台湾现在很少了，台湾都在工厂加工了。那客家小炒为什么一定要用干鱿鱼啊？干鱿魚炒好食香，你係用浸嘅水落浸水咧浸嗰條切絲嗬，啊你炒落條魚乾，落豬肉炒。好，謝謝，好，謝謝你。了解招生，草人去老後一順啲新浦市場度，唔但搶看咧成績嘅食材，買埋咧客家炒肉、豉油嘅豬肉、芹菜、油魚。清明啊，佢哋還買咧清好食嘅豆腐花來慰勞自家呢。其實那個市場沒有我想象那麼髒那麼吵，新浦的市場乾淨很多。他對市場有一種誤解的想象，他就是會覺得說市場就是吵、髒、亂，然後他就會覺得他不喜歡去市場。會不會是你零錢算錯？不可能75吧？75塊我們才花要25塊而已。有那麼？我覺得應該是你算錯。真的75哎，不會吧？75哦，200塊是我的啦。根本呀，人嘅洗廚官都愛自家賺錢，行喺啲市場地背，自家尋到料理愛用嘅東西。不過也唔係好高嘅考試，也唔係比賽哦，因為做下嘅工作，留料理嘅功夫，係需要動到時間來學習嘅。故所就得做出自家心中好食嘅料理，咁樣就算成功咯。老板，我们想要买猪绞肉。绞肉要有一点油，还是不要太油？我們要炒，就是要跟那個梅乾菜一起炒，適合哪一種？所以有一點點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們用梅花肉夾嘛。好，像這樣子。有點油，它不會太油。什麼？绞肉要怎麼看比較新鮮？要怎麼看？要怎麼選？其實基本上我們的肉都放在冷藏哦，就是 OK，但顏色不能太暗，太暗它就是放比較在外面放比較久，所以其實你看這個顏色蠻鮮豔的 OK。那通常我們不會讓客人摸肉，我只會讓他感受說是冷藏着，然後要需要什麼肉我拿給他看，這樣子，因為要是每個人都碰肉就麻煩了。老闆，那個绞肉可以給我們算便宜一點嗎？220哦，200塊好不好？好，少20塊，好，這樣可以哈。好，謝謝老闆。多久呀？一整天。Hello， 你好，小朋友，今天要買什麼？要買豆皮，請問豆皮在哪裡？豆皮這邊，我們這邊都是黃豆製品。那我們要包東西在裡面的話，要適合買哪一種豆皮？它是乾的豆腐皮，它適合包餡、魚漿啊，或是絞肉啊。有時候可以做春卷皮啊、腐皮卷、纯正皮。那包完之後可以下鍋去油炸或者煮湯。老闆，那我們要買那個乾豆皮。乾豆皮這個嗎？豆腐皮嗎？對。對，梅乾菜一包多少？95塊。這個常溫保存就可以了，不用擺冰箱。好。剛剛的那個乾豆皮多少？這個150。好來，謝謝你，謝謝。除咗豬肉老豆腐皮，由於老羅心意，買埋嚟做豆腐皮嘅需要嘅鹹菜乾、辣椒嘅薑麻，用兩麻嘅都要嘅市場，將體會到原來食材愛似偷雞功夫係做唔得介紹嘅哦。錢嘞？怎樣？不會吧？刀子好像不好吃。你吃吃看有没有甜？哦，有。有嗎？有香味嗎？是這一本。好，我們好。
苦食材就是黄豆。我们吃的黄豆是农夫辛苦种出来的。我们吃的东西都是然后你看出来的。黄豆长在田里长这样子，这个就是黄豆荚，这里面的都是黄豆。然后它没有说很大颗，它就是矮矮的而已。有一顺老菜人去动认真的扫描，记得啊，查的黄豆嘅样诶，含巴下来。不过台湾嘅黄豆清少严重，都难看到。苗栗湾里还有一堆福建嘅有机田，本记得正式看到含有属实嘅台湾黄豆，係乜嘅样诶？在家里其实我很少看到，就是直接这样子一颗一颗一颗的，要看到也就是就是已经包装好的黄豆，就是跟豌豆一样，然后都夹在一个豆荚里面，就是在这里。这个黄豆荚在这里，然后里面都是黄豆。汪成宇的同学跟他介绍一下看黄豆，这个是黄豆，还没成熟的，它可以吃。成熟的黄豆，它有毒吗？没有毒，那这个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啊，生吃啊？可以啊，真的啊？哎，真的可以啊。黄豆熟成过后，还会白太好呢。啲太嘅条下，竟然还会3、5亿边诶，漳州的保存使用。看熟嘅黄豆，啲嘅条下，你看色很配冻浆咯。怎么分辨？就是说这个晒好了没？这个还没好啊。cái ngày giờ là dùng kho này có kinh nghiệm là họ ai có dùng nào này rồi như那有看跟在刚才在田里秋米可以品用。味道是很像，但是比较干，比较硬一点。当然是它是晒干的，当然比较干。那这样一斤要多少钱？这样子有机一台斤哦，130。130哦130哦，那跟一般就是一般在市面上卖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它这个是一般的灌碱的，可以撒农药，可以用，所以价钱比较低。价钱比较低，它可以撒农药，可以用那个化肥肥药。所以这个会比较健康，但比较贵，然后产量也比较低啊。反正为了健康买贵一点也是值得。哦，对，多少钱？要多少钱260。260。一哈260，一分260。260加260，520。哎，钱呢？在你那？不会吧？是啊，在你那。是吗？你看一下。是啊。我刚刚不是有给你？没有，你没有给我。不会吧？哎呀，糊涂嘅安氣，菜是咧手老錢淡唔見咧。好菜啊，是啲順條。第一時間，台北嘅西廚館啲人工體驗差唔多去揾模特嘅挑夫皮製作。宝贝好。好，你们好。今天第一次看到吗？对啊。这个是黄豆制成的，破掉。不好做的，对，开始不行了。这个就是开始要喂猪了。喂猪？哪里有猪？这个猪肉看过猪吗？有啊，我看过猪尾。你做看，来。啊，先做，快点，先做。怎么做？慢慢的压哦，一手这一手这个要压，要压。不会烫吗？不会啦，慢慢下去，重哦。好，慢慢起来，好，慢慢起来。好棒。好。你有弄？这是早上最早做的，不要怕，你吃看有没有甜。哦，有哈，要大口的吃才有感觉啦。你那个一点点，好像在，这个是最营养的。看鮑鱼兒老羅行李，用上營養嘅用嘅，原來啊係因為用來做調皮嘅調嫩，係一般調嫩嘅兩皮料。豬腳唔但像行卡料，行甲腐，不過哎喲，做調皮嘅師傅漳州的對滾嘅調嫩度，用古早嘅方法，雕出一種金下嘅黃調皮。
齐齐嘅送到宁夏树烘，完成了豆腐皮嘅制作体验。也下蔡元琪老邱医顺要来到苗栗公馆，准备塑造豆腐干。哇！用台湾有机黄豆做出来嘅豆呢，愛先加入天然嘅鹽度，撒下來半豆嫩乾，並以木為度，再用砂糖撈水分炸出來，親身做嘅豆腐乾就完成咯。沙丁啊，就是點出你嘅時間。今日嘅太廚係對苗栗來嘅阿婆種玉珠，係嘅潘族嘅總廚師，推推做野紅嘅料理客家菜，且對口唔慢記。佢老人嘅西廚乾向下來料理客家葱肉，撈豆腐皮件。我先跟你讲哈，我们现在小孩子啊，我们现在刚开始学做菜，我们手做要正确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刀子靠在这边啊，肥肉瘦肉先把它分开，就这样切哈。那个安琪啊，看你切到硬硬生刺嘅，到底係切豬肉還係雞豬肉啊？順條嘅種阿婆看到是都唔掉咧。牙刀看唔剪啊，然後噴水剪哈。这个刀子好像不好切。中亚你不按你这样的条状，这样才叫做条状。你这样叫做片状，就是肉片，不是条。那我们这个客家小炒都是要把它切成这个条状，请问一下，假如切的不一样的话，口感会不一样吗？如果你切的大小不一样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做的时候，有的有熟了，有的还没有熟。然后我们自己去做了豆干。自己做豆干。对。我都还不会做豆干，你还自己做了豆干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好厉害嘞！真的嘞，现在的小孩子比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行嘞哇，真的做得好看。哇，而且还是白豆干呢！我们客家人最喜欢的白豆干，做客家小炒就用这个白豆干，因为怎么样，它才不会有其他的味道。如果要加颜色，有颜色的，它不是要加五香粉，就是要加颜色，炒起来就会有一种其他的野味啦。蔡元琪老邱医順對基本刀工開始，今日就來看看平常地步下聽書料理嘅鰻魚魚到羅心意，底下嘅情形形容嘅咯。这个不用等油热就可以放下去了吗？因为你们是小孩子们，所以我不敢等油热了才叫你们把料子放下去。我在家一煮都是等油热。这样子我不知道你这么厉害，我知道你这么厉害，我就会照正常的方式。为什么要先把这些料爆香呢？我们客家菜注重香气，这个香气是最好是用我们食材本身的香气。然后呢，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这个梅干菜，因为我们泡了水之后就没有这么香了。现在我们在爆炒的时候，就顺便先把它放下去，让它小火炒，把它香气炒回来。这是很重要的客家料理里边这是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用到这梅干菜的机会很多好了，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才放肉，把肉放下去，放一半就好了。好，再慢慢的炒。底下老豬肉繼續料嘅，沙丁加一條鹽、調油、胡椒、米酒，按用糖香，看起來當好食嘅豆腐皮件料就完成咯。油一出，它最主要就是让它干一點，因為我們要包，不要太多油、太多水分。如果太多油、太多水分的話，因為等下我們還要炸，會破皮，你就不好包。我要試吃好，你試試看這個鹹度這些，還有辣度這些，是不是你所希望的？這樣可以嗎？可以。有沒有夠不夠香？有沒有好香？也有肉的鮮味跟它的甜味，對不對？好。看起來豆腐皮件底部嘅料，也下蔡元琪老邱醫順嘅客家炒肉，未愛出廠咯。
那现在鱿鱼要怎么做呢？先切，然后泡水，哦，那要怎么切呢？这么硬呢？头还有身体分段。哎，那这么硬不好切嘞，你要怎么做呢？用剪刀剪。哦，用剪刀啊，你要带剪刀哈。哎，然后身体这里再分一半。你剪的时候要记住哦，这个哈一定要横的剪，不能用这样直的剪。你要把它切成条，剪成条的时候，一定要这样子剪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爆鱿鱼。爆鱿鱼。哎，很多人都把它认为说是要炸鱿鱼，是要爆鱿鱼。要爆鱼。客家小炒是真正的用爆的，不是用炸的啊。爆。现在油热了，好，我们把它放下去。哇，锅铲。在这边，好。来，你们接手啊！啊，由你们炒啊！婆婆，为什么客家小炒都要一个一个这样放？啊，因为鱿鱼、肥猪肉、瘦猪肉都不一样。像客家小炒最主要它的功夫是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爆鱿鱼。来，我来，它已经有点会爆了。有吗？有香味吗？有。这鱿鱼要把它的香味把它煸爆出来，对。因为如果你鱿鱼没有煸爆好的话，它会腥味，让它再焖煮一下，让它软，然后入味。最主要鱿鱼客家小炒要入味。哇，你用5百香菇后，沙丁老皮猪肉、炒猪肉，当入锅煮，过后搁当入拍挑干，安样啊，客家炒肉嘅表香就完成嘞。青米是爱老将了条材料，加掉一芹菜、老葱诶，香下料料诶，搁翕一下就做得爽做。伫太厝嘅大量下，用卫生厨干，未将家下处理好嘅咸菜干猪肉，包入豆腐皮，并入龙葱去蒸，安样啊，好食嘅豆腐皮件就完成嘞。按道理嘅。太年不生年哈，然后人家全部做出的菜，人家来看来试试看啦，好不好？好，看自己的成果哦，做的菜自己做的菜好不好吃哦？啊，你们在家里有吃过客家小炒吗？有。哦，家里做的比较好吃，还是你们自己做的比较好吃啊？自己做的哦，真的，哇，好厉害嘞哈，很有成就感哈。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很好吃啊，很好吃啊。你们吃起来觉得怎样？好吃，超好吃的。超好吃，还加了超子，哇，真的很厉害耶！新年下来做厨，洗厨干对豆腐干、老豆腐皮嘅原料开始，亲身去市场淘食材，探熱甜度，把下台灣黃豆嘅用嘅。每啲高溫40度嘅豆皮工廠度做個豆皮，掠轉食物里長，好多動多。每張地道豆腐乾老豆腐皮，其實一啲咧咩冇便宜。原來啊，大部分食材都會按正貴。哦，對，我忘記帶了，怎麼辦？我要帶一些回去給爸爸媽媽吃。不好吃。我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我觉得油有点太多了，所以那个我刚刚有去用面纸把油吸掉，然后这样我才敢吃得下去。我觉得今天就做和炒都蛮简单的啊，因为我在家都有做菜啊，偶尔来我就来，偶尔不来我就不来。请谁吃哦？舍不得让人吃。